参头参尾拜土地，树龙高兄拢趁钱，别人人情爱会记，知恩报恩有道理。好听好听，真好听。是讲，你是咧念啥？什么爱小弟会趁钱？我听阮小弟逐摆拢嘛是了钱买物件互伊，是了钱，是趁钱。哎呀，你实在是唱戏人搞混话呢！是拜土地拢会趁钱，做人爱放下人情，爱知恩报恩啦。念了遐长，听无，是讲上尾句迄个知恩报恩，我听透啦。是毋是啉水爱在伊源头，食果子爱拜厝头意思啦？讲你空是无空，讲你讲你嘛袂讲，讲了我真对人哦。那无我问你咧，水啉就啉啊，是安怎？要在源头要创啥物？唔难，简单就小，这也使讲。啉水爱在伊源头，意思就是讲，咱伫水尾有水头，随时就爱知影源头。水头的水哪会当规年透天拢有长流水？不管是爱注意源头的水土保持，唔通随便甲溪啊改水咯。安尼报答温情啦。真敖讲，老师无甲你白教，也会一句呢。懂，无你是啥？你是老师是无？干那我讲，也咧批评，安尼无公平。后一句就你讲，后一句就你讲。我讲就我讲，哪有啥物问题？食果子爱磕头。各种。但又搁是安怎？你咧讲啥碗糕？食果子爱磕头。无啦，讲了太紧啦。我是讲食果子爱拜树头啦。上去安怎讲？人讲前人种树，后人应雨。正常人在树啊，路的人纳凉。那无，大家闹较好，伫树仔骹纳凉，开讲泡茶。还佫有，食人一口，行人一斗，食人一嘴饭，买行人一斗米。知影了温情，就爱报答啦。讲了佫有一点仔对人哦，亲像咱咧食果子的时，随时就爱知影，若无树根、树头甲树丛，若无人伫遐好草、落肥、水，要哪有水佫好食的果子？你若知影种果子的人伊的艰苦，所以拜树头是代表爱礼拜阮真人的意思。古早人才叫人讲，食果子爱拜树头。嘿，看你唔食够，够三个去啦哦。好啦，加袂免讲，咱做了参头参尾拜土地，树龙工商拢趁钱，别人人情爱会记，知恩报恩有道理。搁一句，啉水爱在伊源头啊，伊源头；食果子爱拜树头啊，拜树头。阿鲁，阿君。路台一个强。